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5月14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 A 股高開低走，三大指數齊齊收跌，上證50跌咗1.66%，深成指跌2.14%，創業板指跌2.16%。成交額放大到33,881億人仔，但係超過4,300隻個股下跌，市場氣氛麻麻地。科技股普遍回調，能源金屬、小金屬、商業航天呢啲板塊跌得最傷，資金就走去避險，湧入咗豬肉、白酒同銀行呢啲防禦板塊。華統股份、天邦食品仲有漲停添。不過光通訊概念就逆市活躍，龍頭中製鬱創股價突破1000蚊大關，再創歷史新高。中天科技全日成交額高達189.6億，創咗個股歷史天量，多空爭持好激烈。港股方面，恒指同恒科都係高開後升幅收窄，快手就因為計劃重組可能 AI 業務同引入外部融資，股價一度衝上54.4元，最高漲幅約5.43%，但收市回落到50.85元，最終跌1.45%。另外要留意嘅係 MSCI 中國指數公布咗季度調整，新納入19隻 A 股，包括光富科技、天華新能，剔除咗石頭科技等等。呢啲調整通常喺生效日附近會引起被動資金嘅流入流出。整體嚟講，市場擔心科技股獲利回吐壓力加大，短期情緒降溫，後市可能要睇住防禦板塊係咪持續走強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